所以呢，一个谚语吼，就是讲咱两个人的爱情是伊咧管的啦，所以吼讲阮的爱情是什么人的？天公伯，不是，哎，天公注定，什么天注定？天公天注定啊！不是天公哦，天注定，什么三分天注定？咱两队来宾明星哦，好来，吼，阮这是哦，我文星啊来啊，哎呦嘿，我文星闪闪是啦，介绍阮的队友文星，是队友那个介绍落去好不？好，来，敖唱乖，阮副队长，志豪哥哥，是你好，我是郭中优。好来，佮介绍落去，大家好，我叫阿苏义，哈苏伊，对，我是何淑义啊，何淑阿嬷啦，阿嬷拢叫我哈，嘿，我跟你讲哦，今麦看到这四字真正会徛好。就请的。嘿啊，这两门问的囡仔、查某囡仔拢知影。加有咧。哦，真正唱甲抓袂掉咧。好来，佮刷落去的嘛是真辛苦的啦。对。来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叶啦。小叶啊，我的工作是经纪人，是。但是家拢无我的人。我是因的朋友尔。好来，佮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尼木，我是做记者的。来，你我敢有可能唔对？哦，小看。哎呦，恁这边是闪是对吧？是闪闪是。阮这边是红记记啦。哎呦！欢迎咱今嘛这队党的连 TT 咱队长党的。红记记，先甲你恭喜啦！感谢，这个互人求婚了，安尼敢若互啊春光好，春风满面，春风满面安尼，而且阿嬷拢有看，因为恁的这节目会重播搁重播，对，所以阿嬷会看到，阿嬷看，所以小等咯，上线甲董妈打招呼啊，董妈，对，董妈你好，恭喜啊，早孙要结婚了。阿边仔你要介绍落去。好，边仔这就是我的未婚夫啦。安尼啦。用台语讲就歹势。哎呀，这个我是海丽，爱丽啦，本来是爱丽啦，爱丽啦，恭喜，好来个刷落去咧，刷落来，阮朋友，哇，大家好，我叫做新颖，嘿，我是一个魔术师，魔术师，嘿，我学魔术10档啊，10档啊，嘿，你们好好开始学，为17岁开始学，嘿，17岁，啊，今嘛27岁。我要讲的是，你今麦看起来亲像17岁啊。对啊，好来个刷落去咧，来，我叫星星，欢迎，好来个刷落去咧，大家好，我是空空。空空啊，快点，我听到啦。空空，系啊，我是阮党的高中同学。哦，今晚嘛不了解你，安尼好朋友。请开始，两个你，因为我是你的。切了，来，嘿，再你食火锅，今仔日食，明仔再出来，再你。金针菇，对，金甲，来，魔关这是啥？拜拜。金甲，再你，小三，温馨良，再你，帮你家。两个你发奖品啊，为了食一个大鸡。金甲，两个你好不呀？啊，讲这人，哦，你真正少。好。金甲，两个你白白圆圆的，啊，作品拢会食的。不是作品，大粒的。金甲。两个你哦，去庙的啊有这有无？安尼爱跨过去，这个物件叫啥？慢台语。所以你一个谚语吼，就是讲咱两个人的爱情是伊咧管的啦，所以吼讲阮的爱情是什么人的？天公伯，不是，天注定，什么天注定？天公天注定啊！不是，天公哦，天注定，什么三分天注定？
是另外一种的。另外一种的嘿，你两个拄拄啊你你标的甲元老求什么？嘿，嘿，我听住点，元天注定。过来过来。这是啥？看无？哦，拍数拍数。来，哦，三个你，吉米，啊，健康。好来猜你，你即马足怪的，爱食什么？有啊，什么？像火锅的物件？那个烟草，不健健。有啊，啊，健康。哎，这个乖你，啊，时间到啊你。足时乖。间到啊，来几题？咱这回下面得到10分哦，10分真悬啊，真悬啊，算悬啊。嘿，算管啊，算管啊。因拄则有一条袂晓啦，迄叫做河丁啦吼。好丁，哎，因拄则因为用华语去想咧，你知影是门槛，但是毋知影台语边怎讲，迄个台湾咧叫做河丁啦。好丁，哦嗯，过来因迄个因缘天注定吼，嘿，因袂晓讲因缘，你讲婚姻天注定，啊，尾来因讲姻缘哦，还是因无啥正确，因为因缘天注定。咱讲即个甲我有缘，毋是有缘啦吼，缘婚啦吼，讲两个人缘婚有缘婚啊咧吼，啊姻缘啦吼，迄个爱讲缘才对啦，嘿，啊，所以还有一个拍水是大龟啊，大乖啊，大龟啊，大乖，迄就是水鸡。还袂变做水鸡以前，伫水内面吼，有敢若尾溜啊无骹安尼，迄个时阵叫做大乖啊。蝌蚪。嘿，对啦，讲大奶啊，对，卖使讲大乖啊，嘿，啊卖使讲大乖啊，嘿，嘿，啊嘛有个所在是讲安妹啊啦，还没啊，嘿，有足侪讲法的啦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嘿，袂歹袂歹，好来，咱这边嘛派派一个哦，就拍来来来，问声来，问声来哦，尽量发挥，好，加，好来，来，恁有2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咱常常咧去的国家边啊，伫边啊尔，大陆、唔是中国，日本、嘿，这个来，啊，3-2-3-1，咱来感觉是会安怎？呼哨，哎，健康，这个啊，迄个搞，迄叫啥？麻雀，3-2-3-1，不是3-2，迄叫啥？拍麻雀，拍麻，哎，这个来，啊，迄个，咱那食手剑哦，这会安怎？这会安怎？西游记，无，这叫啥？两个字，这叫啥？后面那两个，有记，这叫啥？有记，哦，这个，有记，来，咱若是讲话讲到伤济，烧香，对，啊，3-2-3-1，迄个人讲这个查甫足厉害，好，高刚音，哎，这个来，哦，那咱食手正，食正，正，这边叫啥？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当剑哦，哎，这个来，来，两个字，咱定咧运动啊，拍篮球啊，你也走手久的，安怎？啊，这个来，对，吼，啊，人咱讲迄歹人，歹人我会着报哪个理由？啊，人拢会甲讲，啊，咱迄个安怎咧？做天在看，哎，这个来，有这个世界这飞迄树仔顶的，迄叫。碰气，这个，咱常常拜一个，拜迄中国个，不是，讲个其中中迄个水果，中医的水果，哦，这个来，咱个做爱炒迄个，咱个食迄个，哇，迄靠六位，啊，这个来。你真正足有叫笑的，甲迄个什么，感情较大，哦，迄个好足青呀，得奖啊，得奖啊，什么世界上看咧，嘿，到尾啊，上尾啊一字是甲迄有关系，嘿，甲有关系。第三个字是，第三个是拜哦，你拜什么？拜啥？天公伯，不是，要紧，拜神，拜神啊，是啊，顶风神，雷同是，哎，唔讲真牛啊啦，好来请回，哎，这是咱有史以来吼，什么上官第路呢？一道上官路呢咧，哦，哇，唔过真刺激，嘿，真刺激，这个游戏就是爱安尼算带刺激，嘿，来看一下分数，哎，咱恭喜这名文青得到13分哦。嘿，拄啊吼嘛，比啊拢真好，讲了嘛拢真好。是。嘿，毋过速度伤过紧，有的字吼，咱看无啥清楚。无介清楚。嘿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解释哈。来，老师。好啊，一寡讲法啦，咱讲救筋吼，哎嘛救对啦吼。啊，迄个救就是咱讲救大迄个救啦。共款救大救筋是只共一下音共音啦吼。是。嘿，啊，过来
因上尾又无到迄个巅峰神啊。天红喜，嘿，啊，迄个神明的神，啊，伊讲拜，啊，伊讲拜天公，啊，应该是拜神啦吼。啊，伊若即个又会着，伊可能啊，但是时间已经足白啊，是啊，真可惜，即个又无着。真牛啊啊，巅峰神就是讲，家己感觉足牛的，去世界讲我有够吼，我你看我得奖啊，是讲我啊第一名什么吼，安尼咱讲世界我级讲要着13第，你看啊。哎，对啦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